继续倒来看咱台湾这过年抽奖，若准去年甲今年拢是共一个人摕去，这敢会有做手的嫌疑咧？伫咧屏东的内埔乡公所，今年就发生这款的代志，所以得奖的人是赶紧跳出来解释讲，其实去年得奖的是因的查某囝，今年才得伊。 抽到汽车，民众欢喜，甲乡长翕相，但有民众发现，今年上大奖汽车的得主，那甲去年同一人，引起互相的争议。我觉得这几率不太可能会出现。屏东内埔乡公所过年举办年假摸彩的活动，每张彩券20块。抽奖迄天，抽奖箱满满的彩券，想要到煞抽到同一人。得主车衫透早澄清，去年其实是查某囝得奖。去年是欧丽人的摸彩券因为未成年，所以他也不能上台领奖。今年是我自己想说，就是掏钱去买，1500、2000那边。现在有录影还有见证人我们都会到叫乡亲上来看看我们的有没有夹带啊。连两当得大奖的几率伤小，引起质疑。但拿屏东高雄知名百货嘛有店家办红包抽奖，抽一摆100块。 有电动主播初期将店家帆布顶管村的红包拢抽煞，煞无抽到还未送出的上大奖。他说他有这个大奖，然后我也就把它全包了，他知道吗？上面没有这个大奖。主播报警认为店家可能藏红包，律师提醒，抽奖活动若包牌煞无抽到奖，可能涉及诈欺。 可能涉及到诈欺取财，会构成刑法339条的诈欺取财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总total奖项443份，切红包的那个帆布总共数量是只有153个。一段时间，如果数量不够的话，我们会继续再补足。店家澄清认为是误会，但警方表示已经照规定替主播等人做笔录，等证据收煞会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陈焕武、柯建准、面交馆高雄报道。